同款是平湖，这平湖渔船大进版88号，今年7月初时阵，伫金门海峡和中国海警扣人含船，经立委林炳坤等人去到中国协调，甲这罚款人民币216000了后呢，人含船总算伫今仔日放倒转来，按算16会到位。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是呼吁讲，这两方任何纠纷上好是按照正常的协议来办理，来确保人民的权益。和中国扣留超过4个月平湖大金湾88号渔船甲4人的船长，今日伫缴清人民票21万元的罚款了后，人船将有得到释放。前立委林炳坤这人到中国协调了后，顺手参通转来金门，并且带回来好消息。前一阵子是把船员带回来，那这次是把船跟船长这次带回来，大家共同努力。那还顺利吗？这是算顺利，已经要去坐船了。你要坐船了？对，现在先坐船了，要开船了。就是我们上个月去北京以后，北京交办下来，其实这一趟后来我们再过来，其实这前几天他通知我们以后，这趟来就很顺利。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是化为两方任何纠纷，处理应该按照客气既有协议办理，来保障人民的权益。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就此落幕。我们再次重申，两岸事务性的任何的纠纷的处理，能够按照双方已经过去签订的相关协议来办理，以落实对两岸人民事务的处理以及福祉和权益的维护。虹扣留4个月的大金版88号渔船，由真久无开动，船只已经无电力，无法度启动。海警单位透明请全人来检修充电。4人船长伫完成身份查验了后，人船伫下晡2点外送到海峡中线。平湖有船大金版8号渔船早伫遮等待，两船伫介河下驶向平湖台湾渔港，有计16载去到位。整个人船虹扣案事件将有告一段落。记者孙宏报道。